目前正是花旗木盛开的季节，位伫咧宁德交流道边啊，中华艺术大学所领养的花艺湖，也就是宁德地方池，伫北面的堤畔种了300-400株花旗木，目前正咧大量开花，现场会当看到桃红粉白成串花蕊，非常的美丽，吸引袂少民众抢先来看花，甚至还有外送的业者，因为送餐经过看到，佮特别踅转来翕相。送货的经过，然后看到啊，想说刚送完，再往回走，对，然后就想说停下来拍一下风景，拍一下花这样。你觉得这边漂亮吗？这边还不错啊，蛮清幽的啊。这个时候还有樱花可以看，而且又在平地可以看到，这还不错了。很漂亮。下午时候很多人都在这边欣赏，然后来这边顺便运动。赶上花旗木盛开，中华艺术大学校长曾信超3月29协同副校长杨玉玲、总教官苏建光、组长李建辉、公关主任张明兰等教职人员，前往宁德地方池会勘花况，发现花旗木开花已经达到8成，特别向市民朋友推荐这个市区内底看花散步的好所在。各位知道台南花旗木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在仁德交流道的华一后面的志宏池，这里有300-400棵的花旗木盛开。我觉得全体市民、全体国人扫墓之后呢，可以到仁德交流道这里志宏池来欣赏花旗木盛开。曾信超校长表示，欢迎领用宁德地方池的时阵，甲水利署以及水利局会商，沿着田花四周种植红花风铃木、甲花旗木，为台南市营造一处看花的景点，也互学校师生加了一处赏心悦目、休闲散步的空间。但是前几冬的风台甲大雨影响，红花风铃木的花况一直拢是哩哩啦啦，反倒是花旗木的花况真好，吸引袂少爱花的人士。现在已经成为黄花风铃木以及木棉花花开另外一个看花的好选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